是我老亲云霄，隆重邀请云霄老师和我们雷光一下。云霄也是，云霄有君啊。是的，没错，我是这个直播间主人的家属。都营业的怎么样？是陈丽君老师吗？你来啦！节日快乐啊，君！我最喜欢哪个妹妹？陈丽君。哎呀，我真的不想哭，怎么办，林晓？没关系。说妹妹这个待遇吧。我的搭档可能是云霄，或者云霄搭档是我，他们会觉得我们非常的般配。真，他很真，就是做真实的自己嘛。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会有别的枷锁嘛。你要保留自己身上的那份纯粹和真实的话，会很难。但至少我感受他对我觉得一直都是很真切的。我觉得云霄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人，思想一直都是比较成熟，而且非常的细腻的。他内心是住了一头大象的，他遇到的很多事情啊，其实我会觉得非常的灰暗，但是他真的是都能挺过来。我佩服他的就是他的内心强大。君和云霄，君霄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个人。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女孩子，你值得拥有一切世界上所有的东西。觉得你要多爱护好自己的身体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丽君，我是凌霄。我们就是只要在舞台上，那就是一辈子啦。